场到嘅表演团队係我哋高雄市贵阳客家综艺团哈。接下来呢，邀请到的表演团队是高雄市贵阳客家综艺团。哇，我哋嘅团员哈有28位哈，我们的团员有28位成员哈。那我们呢，大部分的这个客家人虽然占少数哈。虽然在少数呢，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被我们的客家文化还有动人的歌谣深深的吸引哈，所以呢，不分族群哈，某分族群哈，不分背景哈，开卡出穷可以一打你，大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同时呢，在我们的敬业的曾昭琴老师哈，我们的曾老师是跟大家挥挥手，曾老师跟大家挥挥手，谢谢老师的带领哈。那每一位学员呢，在唱我们的客家歌的时候，从哈嘎狗友给死结哈。就变成十足的客家达人哦。那今天呢，他们也要带来2首哈非常好听的歌曲，会带来6首后堂的歌曲哈。稍後呢，我哋就向下呢來送上歡迎我哋高雄市貴陽客家綜藝團所帶來的第一個表演，歡迎下，我們掌聲歡迎送上歡迎。
请众上感谢我哋高雄市贵阳客家综艺团带来艺术馆英雄。三个人今年会带来今年嘅听艺术歌曲吼，换作讲讲一个，后面系最好听嘅艺术客家歌曲。接下来呢，我哋再俾以前嘅众上欢迎因哋带来艺术讲讲一个。请众上感谢我哋高雄市贵阳客家综艺团哈，带来也是讲讲一个，再次感谢我们高雄市贵阳客家综艺团，多谢多谢。